首先，我代表 EY 香港及澳門團隊，衷心感謝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今次頒發俾我哋嘅培訓及發展項目銅獎，以及創新卓越獎、技能提升及技能再造卓越獎、未來人才培育卓越獎呢4個殊榮。喺安永，我哋嘅宗旨係致力建設更美好商業世界。要達成呢個目標，關鍵就係培育人才、發掘領袖。因為我哋深信，只有充分具備未來技能、願意持續學習、擁有領袖特質嘅人才，先至可以為客戶創造真正嘅價值。培育人才係由支持個人嘅成長做起嘅。我哋設有清晰嘅領導發展路徑，由新人到高管都有對應嘅培訓計劃以及應用機會。我哋明白科技日新月異，客戶需求亦都不斷變化，而傳統嘅培訓已經唔再足夠啦。所以我哋更靈活應對，推出更快、更精準、更貼地嘅人才發展項目，而 EY Badges 就可以滿足我哋呢一個需求，去實踐呢個目標。其實呢個獎項唔單止係對 EY Badges Program 嘅肯定，更加係對我哋整體人才發展策略嘅一個認可，對我哋有莫大嘅鼓勵，推動整個人才發展團隊繼續努力。EY Badges Program 嘅設計就係我哋先要從同事嘅角度出發，目的就係要令到學習可以真正嘅貼地，內容新、彈性高，學員可以隨時隨地咁樣學。無論係新入職嘅員工定係資深嘅同事，佢哋都可以去選擇想讀嘅課程，按住自己嘅節奏去學習，真正做到個人化學習旅程。EY Badges 提供接近280個課程，涵蓋數據分析、AI、可持續發展呢啲未來技能。而我哋同超過70個全球知名嘅學習平台合作，緊貼科技發展，可以更即時咁樣去更新內容，確保同事可以好敏捷咁樣去應對新技能嘅學習需求。而最重要就係學完就用，同時係需要提交一份實踐報告。例如當佢推動一個項目嘅時候，就要真正咁樣將知識變做成果。每個 batch 都有 digital credential， 同時係可以喺社交平台分享專業成就。完成足夠 badges 嘅同事可以申請將學分轉為修讀 Whole University 認可嘅碩士學分。我哋已經有同事憑住我哋嘅 program 成功完成咗碩士課程。呢個 program 帶嚟嘅影響，正正能夠支持我哋嘅業務方向。因為當人才具備未來技能，我哋就更加能夠為客戶去提供既創新又有價值嘅服務。EY Badges Program 嘅成功係各領導從一開始就主動支持我哋去積極推動理念，提供資源，將人才發展融入喺業務策略之中。而呢一切嘅成功都離不開團隊背後嘅支持。L&D 團隊及所有 Badge Champion 各區同事一齊出力，跨區合作，達成共同嘅目標。更重要嘅係，我哋一直提供多元共融嘅文化。唔單止鼓勵員工之間要互相合作，更要打造一個令唔同背景嘅員工都能感到被尊重、有歸屬感，並且能自由發揮所長嘅環境。今次呢一啲獎項係對我哋團隊嘅肯定，而未來我哋憧憬藉住投資人才發展，會建立一個令人才熱愛工作、充分投入、共同成長嘅體驗，繼續為安永嘅客戶、為香港創造價值。